伫咧台南，搁再发生这龙洞犬的攻击事件咯，进前有8户狗仔加死，最近是这基美博物馆湖边一只牛，互这狗仔加死。东埔厝讲伫现场有掠到一只狗仔，也在当地里长是呼吁讲，因遐呢有这个龙洞狗的占地园区通好利用，也卖互这个龙洞狗仔四界走，和人发生冲突。 基美博物馆甲领用的都会公园，无论是平常日也是假日，拢有侪人会来遮行踏。伫湖边啊，佫不时通欣赏鹅咧游水。毋过最近却传出其中一只号称乌链的鹅妈妈不幸死去，涂开白毛是互狗加落来的。当时有民众翕到狗咧蹭鹅的画面，嘛互游客真唔甘。都可惜，安怎讲？系啊，鹅啊，你即摆伊也甲你教一只，较顶下佫会教愈济去。 基美博物馆讲，这流浪狗并不是因饲的，有时阵会看到爱心妈妈来遮饲物件，官方已经通知动保处来处理，我掠到一只狗啊。动保处于今天已经出动麻醉枪，将问题犬捕捉安置。那后续会评估以往仁德暂置区供民众认养。阮甲带去遐是伫遐安置，互伊过足好、足快乐的生活，三顿有人饲，安全佮顾会着。我希望爱妈，你若想要讲照顾这只狗，爱这只狗。 咱会当有闲的时阵，咱就来遐甲看。另外，伫新华南科地定区的地方地公园，有狗攻击人的事件。根据了解，有阿嬷参孙来遮散步，煞互教育，并将伫面册铺文，望里长出面处理。当地里长同步起付，煞互爱狗林素梅。比较强烈的字眼在东西里找，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的不对。有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反过来想，我们要保护的真的是人的安全跟我们里民的安全为重要。林泰山政策实施适当，真侪动物收容所面对数量超收、空间小 A 小客的问题，地方里长建议政府爱思考安怎有效改善的方法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